镜头转来咱国内，去年的10月份，伫台中有一件防虐胎死亡的案件，昨昏一审的结果出来。出当时这个主嫌刘世辉，因为甲受害者有进一步的纠纷，就甲2个共犯甲凌迟甲死亡，事后竟然阁辩解。法官认为这3个人实在是真恶质。主嫌刘世辉一审封判无期徒刑，共犯一个封判13年半，一个判12年。台中7期河堤虐杀案件主嫌刘世辉家属听完判决了后离开法院。案件经过1年外审理，初到判决出炉。刘世辉一审奉依照私刑加禁虐胎致死罪，判处无期徒刑，8大公权终身。另外4楼甲4招共犯分别被判处13年6个月加12年有期徒刑。国民法官合议庭审酌，被告刘世慧是本案的主谋，那对于本案的犯罪事实最具有支配力，那其实施的这个凌虐行为最多，手段最为残忍。那被害人是在遭受长时间的折磨而死亡。这案件发生伫2024年10月18日，刘世辉当时担任台中某分局警友站的副站长，甲被害人4科的助理有细无纠纷，甲4楼的朋友甲4招助理，甲被害人关伫台中7期的河堤内底，甲虐待持毒，也佮甲这家庭全部拢落来。被害人隔天早起唔知人，刚刚暗头经过抢救无效死亡。刘世辉伫精神时讲，因为长时间食毒品，造成伊的精神状况无好，才犯案的。笑出来请求减刑，不过，法官证明伊是讲白差的。被告刘世慧在案发时的精神状况是正常的。那在审酌，被告刘世慧在案发时间能够持续的凌虐被害人，在事发后又自拍影片来掩饰自己的犯行。那逐渐其在犯罪行为时的意识状况是正常的。高院法官认为刘世辉手段真残忍，对家己造成犯刑，伊在用各种的理由来推卸责任，犯后的态度真歹，种种手段是真恶质，所以讲判处无期徒刑，专案以外会使上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